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的，我是吴义勇。新出名在台湾已经唔係乜個新名詞嘅，因為在台灣係非常重要嘅順菜哦。尤其像印尼來嘅新出名有3萬人上映。不過講到印尼嘅文化、印尼嘅音樂，可能唔同嘅腔樣唔多熟，冇乜了解哦。我哋今日都有請到對印尼嘅音樂文化非常有研究嘅後生先生，佢來同我哋分享也關於一個了解、一個研究，還有也地方嘅故事。分享意音文化研究室的藝術總監蔡秉均，秉均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蔡秉均。謝謝秉均很努力的講客語，是，因為秉均其實是阿爸是閩南人，然後媽媽是旗山人，媽媽是就是高雄市，然後媽媽是高雄市，對，但是你是在旗山長大，就是過年的時候會在那邊就是待個一陣子，就是在每年的過年。哦，不過從小就是在高雄市，哦，古總沒有什麼機會講客語，對不對？對，就是沒有那個環境，所以小時候還是在台語的環境去做長大的。但我們等一下也會講到秉均是因為印尼又有點更接近客家。對，這個也是我覺得蠻有趣的，很有趣的。是。但的確也是這樣，我以前在客家莊長大，你不會覺得自己是客家人。為什麼覺得自己是客家人？因為你遇到了不是客家人的人。對，這也是蠻有趣的事。可是秉均先跟我們介紹一下，就是你們的工作室意音文化研究室在做什麼事？我們現在的工作室其實主要還是以推廣印尼文化為主。對，那就是現在我們看到這些樂器，就是主要我們在做推廣的教學的媒介。那同時我自己也擔任就是所有的創意發想的工作，像是教學的一些材料，或是說一些 logo 的設計，然後或是一些像這種皮影戲的怎麼這種推廣，就是由我來去做發想這樣子。秉均有大致講到，我們等一下會講到重點音樂還有皮影戲。是，可是大家應該都跟我一樣很好奇會想要底，你大學念什麼？我大學其實是念美術學系，對，就在高師大。美術系。對。那跟印尼好像有點遠。對，有點距離。是。大學美術系，但你後來研究所是念民族音樂學研究所。這是在一個台灣非常冷門的學系了。是。對，為什麼你會有這個轉換啊？主要的話，我大學其實後來在後期主要都是攻攝影這一個領域為主。對。你真的很多才多藝耶。還好。為什麼會有這些不同的興趣？我覺得早期我還是攻所謂平面繪畫，但是我一直在追求一個更快的一種創作的媒材，然後所以就是一直去找尋。那我發覺，其實攝影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快速，就是啪，馬上就可以抓住我想要的一個畫面。但是在這整個抓住畫面這個最前面，它需要一個時間性的一個漫長的過程去做培養。所以後來我覺得，這個媒介，這個媒材可以成為我一個創作非常非常棒的一個事情。同時，我剛剛有講到時間，也因為它有時間，那相對的音樂這種事情也是有時間。然後，所以我就在想說，有沒有可能除了攝影以外，還有另外一種實踐性的媒材，可以讓我做運用。然後，因為剛好其實我家父本身是音樂人，所以對，他以前是中廣這個地方的音樂總監，對，是以前的錄音室很多的音樂劇都是他在作曲的。那也因為他的影響的關係，所以我小時候其實是必須去學音樂的。對，被逼的。對，所以後來是美術其實是我真正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後來完完全都是往上走，所謂平面藝術這一塊。但是我就覺得很好奇，因為我同時有受到音樂的一些教育影響，然後也有受到美術的影響，但是我就一直納悶，台灣的這個教育環境裡面，尤其是藝術教育環境，一直是把很多藝術領域是分開的，對。但是在我整個的所謂藝術史裡面，音樂史跟平面藝術史，他們總是有很多交集的東西，但是在台灣的訓練總是分開在談。在大學時我就一直有這個非常非常大的困惑。
那这个困惑是真的是直到我上了这个民族音乐学这个领域的研究所，然后甚至是到了印尼，这个困惑才慢慢的去做解开。对。但为什么会是选民族音乐啊？对，这个也蛮有趣的。其实选这个也不是，其实说真的也不是我去选，因为刚刚好这个我的那时候我跟我太太其实还没有就是在一起，就是刚好她是我很好的朋友，然后刚好她已经先去的那个研究所，已经去了一阵子。那她那个跟的教授那个研究团队，就是刚好是在印尼，那他们刚好就缺一个摄影师。因为在大学时候我就跟我现在太太认识，平常就是已经在做很多摄影的工作，那所以他就问我说，这个团队很需要一个摄影师，然后他也发觉，这个文化说不定是我会有感兴趣的，对，所以我就也没有想什么就进去了，对，因为原本我可能要进去这个研究所的领域，原本不是印尼，原本是可能比较偏就是陆上丝路的这一段，可能从西亚、蒙古这一块陆上丝路，可是没想到就是一到印尼就属于就是海上丝路的这一段，就一进去就完全就是迷上了这样子。刚还没跟他那个时候，你已经有想我要来研究音乐，只是还没有特别选我可能会走哪一个部分，但是刚好印尼这边缺了摄影师，对，我又刚好会摄影，对，就是这个刚好这个研究团队需要一个摄影师。那个时候你还没考？我已经考出去了，我已经考。那你这个动机也蛮有趣的对。你知道他们要去印尼，是，然后就去考了这个研究所，你就可以跟着去印尼，是，不是爱情的关系吗？那时候还没有在一起，那时候都还没有，那时候都还没有在一起。对，好有趣哦！就是因为这样子有一个去，可是那时候你知道的机会是可以去长期吗？对，我知道可能去的话就是就是每一年至少都会去一次。对，每一年，因为我的教授蔡宗德教授，他已经是在研究这个领域20-30年了，所以他基本上是每一个在疫情前每一个寒假他都会过去。对，做一个月这种短期的这种田野调查。我所考到的研究所，想讲，我念样会摄影，那我就填登去，阿姨呢也做印尼，那你那个第一次去冲击大吗？非常非常的巨大，非常。那个巨大是什么？这个巨大的冲击就在于说，我终于感觉到原来就是我们的艺术文化体系到底缺到的是什么？我以前过去大学我困惑的是什么？但是这些困惑在印尼这个地方全部都得到了解决，因为在印尼这个地方，他们的艺术就是在一起的，无论是视觉上也好，舞蹈、肢体，甚至是声音也好，全部都是在一起的。那个在一起是什么？包含他们的语言，就有很多集合名词，像因为印尼语它是一个1945年才出现的新语种，它其实是包含着马来语、客家语也有，然后台语、荷兰语，各种的语言去浓缩合成的一个快速能学习的语言，然后包含它的声音也是，它很多的字词本身，比如说像有一个他们传统乐器叫甘梅浪，对，这是大部分人都听过的传统乐器。甘梅浪这个词本身就是在讲说所有打击乐器的集合的意思，对，很多个打击乐器，就是包含他们的语言，就是一个集合名词的状态，所以这让我觉得，完全没有受过这种文化的经验去影响过，因为在台湾所谓的西方教育就会变成说是一个人，就是说独奏家。或者说，一个很棒的艺术家是一个人去做所有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媒体焦点就是在一个人身上，但是在当地状况就不一定是这个状况。对，它是不是就是原本它就已经是一个团体的，包括不只是那个名词，而是他们乐器也是不是一个人的。对，就是很多人一群人一起去做那个声音的结合。是。还没给讲过以前我讲过，我就是苦练音乐，这个就是一个技能，我把它练起来。可是对他们来说，它就是生活里的东西，我们大家一起玩。对，是。难怪我们就是一听到钢琴、小提琴就觉得是一个很远的东西。对。
但对他们可能不是。但对他们就是声音，或是说艺术这些东西，在他们生活其实是变成一种很常规会出现的东西。对，因为这些文化它是一直都存在的。对，刚刚你提到这片就黑夫姐，杨洋负责摄影，是。哦，那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吗？它不是一个轻松的工作，其实，对，因为毕竟过去1年你没有办法带太多太复杂的装备，所以要用非常土法的方式去做到我脑中想要得到的效果。因为毕竟我是学商业平面摄影出身，那商业平面摄影就是需要很多的闪光灯或棚灯，但在当地不可能带这么大的器材，所以只能用很多土法的方式去制造光源，对，或者是说遮住光源，让画面更好。然后，而且我不是只有光要拍，我还要知道每一个照片它是什么意思，我要写，拍完之后我还要写记录，把这些都列举好，在哪边拍的，然后它的编号是什么，然后它发生了什么故事，然后再给这个文字去做整理。所以一整个团队的整个运行，其实是有一套非常困难的过程。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对我就是一个学习。就会去做研究去做研究的，是，所以并不是说我有拍到就好。对，它等于是你们要用各种方式写论文的那种意思。是哦，做填调。对，做填调。而且你不只去那一次，对不对？对，去了非常多次。是。哦，那这个中间的兴趣是越来越强的。对，是，因为在台湾，同时除了去用影像的方式去做观察以外，我自己在台湾也是亲自去学这些传统乐器。一项的素材黑马给它吸引你的在哪里？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声音。第一个我觉得因为它本身是金属的，我们现在看到可能都是竹子，但它传统乐器本身是金属。那大家一起把那个金属的声音发出来的时候，你会发觉那整个声音形成了一个场域。一个环境的一个包围你的状态，然后你整个人就会随着那个声音进去到它的文化性里面。我觉得印尼的音乐它有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就是它的声音在所有人一起合作里面会形成一个怎么讲？应该我们可以用所谓的仪式性，我们可以讲仪式性可能会比较好去做理解。但那种仪式性，你不会觉得好像就是一个什么神灵会出现，你会觉得那个仪式性是在你的生活里面，跟你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不像我们可能 Melfi 啊、庙会这些，它要很特别的对场域是跟时刻会有的，但是在印尼可能不是，对，它都有那个神圣性，但它并不是某个特别的场域跟时刻才能有。对，是。我相信几多年糖豆会感觉有一些云仙有点羡慕，就是很多人可能都很想要碰到那个，我们都会觉得命定的那个伴侣是什么？可是其实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命定的某种东西，都是很令人羡慕的。就哇，我一辈子可能都可以往这边迈进。我相信大家看到也按到我喜路会非常的好奇哈，也都在上黑嘛嘅，我们聊一下听歌唱欣赏了同样的释放。
哇，头都黑诶，蔡先生韩国你的太太好王先生，用哈维安的演奏，用印尼的乐器演奏天空落水。哦，很特别，这个也是你们会去表演的，对不对？用印尼的乐器来演奏我们台湾本土的音乐。老师为我们介绍好不好？这个声音好可爱哦，我觉得很有趣。为我们介绍这2个乐器好吗 ？OK， 那首先是这个乐器，那它看起来其实它很像是因为它有按键，所以它其实很像钢琴。但其实先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刚刚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非常的西方的一种声音。那这种西方的声音就是像是因为这有按键，所以它很像钢琴。但这种西方的声音其实是1930年代当地的音乐家去重新改造的乐器。对，它是后来才变成这种声音的，不然他们原本有自己的声响。对，包含我现在手上这个是属于印尼师傅做的，像他的握法。演奏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人一支，然后一支就是一个音，对，所以一支就是一个音，对，所以是很多人大家一起，就是集合的方式，所有人去完成一首歌、一首旋律。对，所以他的用的方式非常非常简单，就是左手这样子过去，然后右手握在这边，然后这样子摇，对，就是有长，然后有长，有短。都可以去做出不一样的效果，但是就是要大家一起去合作，去完成这个东西。那这个的话，就是为了方便，又在后期又再改造一次，让一个人就可以做出很多大家一起去做的效果。所以像这个，我刚刚要个手这样子摇，它才有声音。那这个它就已经改造过后，下面会有那个就是橡皮筋或弹簧。当我按下去的时候，它就可以自己不断的这样弹上来。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后来的艺人乐器版。对，是。那原本的版本就是这个，是不是原本还更大？对，原本的话一开始像我们现在已经改造成是手上就可以这样拿，但原本的话一开始是这么大，是可能要一个男生他才可以去做使用的，毕竟它原本开始是仪式用的乐器。对，是在当地一个稻米丰收节的时候，为了要庆祝这个稻米女神有保佑当地的人，所以他们会使用这种竹乐器去弄成一个仪式性的方式，直到现在还保留了这个状态。对。那老师你们去研究的时候，是从传统就开始？对。他们传统是怎么做的？这样？我们在当地的话看的话，可能会还是先从他们的怎么去运行所谓群体性，怎么做群奏的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在当地学的其实不是这些乐器，在当地学的就是其实我刚刚讲的甘美朗，就是用一个都是金属乐器，可是它基本编制需要9到10个人才能完成的一个编制，这样子。那甘美朗也是长得一样，只是材质是金属吗？不太一样，它金属它的状态会比较像是一个小铜锣，然后中间会有凸一颗的方式。有人是这样子去做打击，像排锣的方式有些人是像台湾的那种大锣，很大这么大的大锣，然后它会像是排列这样过去，然后有一支这样打。对，然后当然还有一个最主要就是这个乐团它没有所谓的指挥，没有像西方的乐团一样，就是会有一个指挥。它主要的指挥是来自他的鼓手，鼓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通常老师都是在当鼓手，他鼓手就是双面鼓，大家听鼓手的指挥，然后去运行所有的乐器。就是印尼最老的是这种甘美朗这个乐器。那它是没有办法台湾去 copy 的吗？其实是可以的。其实如果要按照现在的制作方式，我相信都是没问题。只是说要按照他们当地的那种频率，完全的去踩到他们当地频率的话，我觉得台湾目前可能还没有这个师傅去做这套系统。所以现在台湾拥有的甘美朗的乐团或是甘美朗的乐器，通常都是来自印尼那边，就是先做好，然后再运到台湾。那这样子竹子做的也叫甘美朗吗？这个竹子的话就不会叫是甘美朗，它有一个词叫做安格隆。对，安克在台湾的译的话就叫安克隆。对。所以也因为它有这样子的转换，就也比较容易去推广。是。所以那老师你们是从甘美朗开始学，是，然后到现在竹子做的你们也学。是。那
这些是印尼做的吗？哦，那我刚刚有带回给大家看到这个，就是属于是印尼师傅做的。那后来因为我们希望这个乐器在台湾做更好的推广，所以我们后来就找到了一个南投竹山的师傅，也是台湾唯一一个在使用竹子做乐器的师傅，请他模仿当地的状态，然后做了用台湾的竹子，然后做了这一套乐器出来。唯一？对，唯一一个，目前我们找到的。哇，只有一位会用竹子做乐器。对。哇，你们怎么找到的？我觉得也是在很多关系链里面去找这个师傅，尤其在2011年的时候，有第一个用竹子，然后去成立一个乐团的一个乐团，叫做台湾竹乐团。它大部分里面的成员其实是台湾的国乐系的一些人去出来的，尤其是打击乐的。然后我们也是刚好有认识到这个乐团里面的老师，然后借由他们再认识到这个做竹乐器的师傅。那老师是特别喜爱他，所以你跟你的太太就一起决定要来推广。其实最主要就是说，第一个他声音其实蛮疗愈的，因为他蛮轻松的。那第二个就是说他好学习，非常的好上手，就是一般大人小孩，你只要知道怎么去做，其实他不用太多的一些技巧或知识，就是我们只要放轻松，就会发出声音来。它是在当地，其实这个很有趣，在当地这个也是基本教育的乐器，音乐基本教育的乐器，像我们的直笛嘛。对。可是很有趣，像这边我们就回到一个问题，直笛是德国的乐器，但是我们台湾可能现在还没有去意识到说，这个是西方的乐器，那台湾的乐器是什么？可以成为我们作为一个音乐基本教育的媒材。但是至少在印尼当地，他们有找到。而且是不是一开始其实是老师您的太太王老师她开始推广？是。而且好像也是在美浓。对。蛮有趣的，就是那个机缘是一开始怎么来的？因为一开始的话，那时候我太太其实有在美浓那边的南洋姐妹会服务，那刚好也有认识一批印尼的妈妈们。那印尼的妈妈就会说，他们也是很希望说，老师可不可以去从印尼那边学一些安格隆的知识回来，然后偶尔可以教他们，然后是分享给他们这样子，因为他们可能很早就嫁来台湾，他们也希望去学习一些他们当地的音乐或是声音，所以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的太太就带了第一批，就是从来自他们当地做的安克隆，然后来到台湾。这故事蛮感人的。是。就是印尼来到台湾的新住民姐妹们，希望一个台湾人去印尼学他家乡的音乐。是。冇想到先生按呢一开始係誤打誤撞結果行到呀。唔單止音樂其實伊還會做字樣嘅皮影戲，伊也會人哋了解下聽過繼續唱先生來同人哋分享南外嘅藝術嘅部分。歡迎到進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有請到嘅來賓係意音文化工作室嘅藝術總監蔡炳源先生。頭度呢，伊分享到對一個套民族音樂嘅研究所了解到印尼嘅音樂，亦都中意到嘅。到進來台灣一項引體推廣繼續研究，唔單止安尼呢，你真的太多才多藝了吧？你看，哇，也係先生做嘅呢，唔話嘅，唔使記嘅，也個。字樣我們家這邊皮影戲講字樣剛好是你剛好用紙做紙影仔，我們家是這樣子講啦，講字樣這個看起來個腰呢，你畫得非常的細這個要做多久？這個大概這是我目前做過最久的，大概要花1個月的時間。哇！每天至少要5-6個小時，就是完全很精細的一直去修改。哇，這樣要做1個月？對。哇塞，非常精緻啊！不過一般字樣我有給有關對不對？所以老師也有也有的，對。你給我們看看好不好？就是為什麼你會接觸到皮影戲啊？像這2隻的話，主要是爪哇的神像的樣式。那因為目前其實它原本的皮影戲
不是这么的小，这是为了就是说推广，所以说我现在设计了一个模板，让它整个缩小大概可能是这个大概是缩小了1/5或1/6的状态，所以它原本的皮影戏的戏偶，每个戏偶大概都是这种人形的戏偶，大概都是这么大的。对，然后它的，因为它皮是有点厚度，他们皮影戏真的是皮，是真的是牛皮，是牛皮做的。然后它有些它中间那个横杆，像我这个是因为方便大家做，所以会用竹子或藤杆，但在当地都是用牛骨。因为这些皮影戏偶有时候也是跟仪式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些戏偶本身有更深一点的话，它是会有入神的。对，它是有入神过后，然后当它是被供奉在那边的。对，甚至是当门神的摆设。哦，嘿，古时候就会真有迄仪式性的东西，有那个神圣性。是。假如能够安排着，应该去弄个人苏维公园呢，手会很酸吧？对，所以操偶师他们不是一般的人都可以当操偶师，他们都必须要经过就是修炼。对，因为他们正在用一个有入神过的东西，他们自己本身也要有一个非常大的气场去镇住这些东西。是。刚你侬会接触到也个字样的呢？怎么会接触到？主要还是因为像我刚刚说的，因为当地的艺术都是在一起的，所以学习的音乐必定会碰到当地的皮影戏，尤其当地的皮影戏一定是用我刚刚谈的金属的。甘美朗去做伴奏，然后直到现在这件事情还是持续在当地的发生，而且一般来讲，他们这个演奏的期间，通常是晚上9点到凌晨5点的时间，是那个时间会演奏安尼的，这个仪式是大概是它的频率是多久？一年差不多会一多拜。基本上会是说看，比如说有什么样的重要的节日，或是说什么样的神灵生日，通常都会有出现这种仪式。包含很有趣，当地的穆罕默德，因为现在的印尼主要是伊斯兰教为主，所以穆罕默德生日的时候也会出现皮影戏。然后华人的节日，中秋节也有可能会在当地的庙宇，华人的庙宇出现皮影戏。对，但是还是用印尼的乐器做。有些把冲啊呢，就是庙方或抢布袋戏，我们讲请布袋戏，就是庙主他们会就是要重要的时候，他就是要请布袋戏来演给神明看，所以有一点是类似那个意思。不过其实到现在都还是很常见的。是。不过呢，就会研究音乐，一听就会看到人在录那个。侬为什么会去改以后怎么想自己去学？主要我在当地其实没有学这套技艺，那因为主要还是以学音乐为主，所以这套技艺，因为刚刚好我回来的时候，疫情就来了，所以我也没有机会再回去，就是真的有找认识的老师去学这套技艺，变成说我全部的状态或是样式，我只能从网络的平台去，因为现在 YouTube 其实蛮方便的，他们也有记载很多当地的师傅怎么去制作。那图样这个东西，因为刚好我的有一个同学，他本身就是去当地专门在学操偶，就是正在学当地操，这是全台湾唯一一个去当地学爪皮影戏操偶的人。哇！所以他刚好有带很多戏偶回台湾。那我也会借由他戏偶，因为毕竟都是当地的师傅做的。所以我就会参考那些师傅他本身的刀工的方式，还有图样的样式去做参考。对。所以有一点就是主要不是操偶这件事，而是用你的美术专长。对。一屯也给按那些图案啊，提挖出来，是，提做出来。而且其实你有兴趣是也是他们跟我们台湾有一些共通的部分会吸引到你。是，因为在台湾皮影戏已经慢慢的在没落，但蛮有趣的是，在美浓这一块地方，它还是有老师在慢慢的在 push 这件事情发生。那我也是希望说，今天我们至少跟我那个同学有了解这些音乐系统，也了解他们当地的皮影戏的状态。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机会，融合台湾的皮影戏，去做一个更多的结合，然后再去做更深的推广。你头先讲印尼的
正常一般的只养黑骨胎的皮的，还用牛骨，那跟台湾有不同吗？台湾没按胎长。台湾的话，现在后期现在大部分主要我看到师傅主要用的都是用所谓透明片为主，因为毕竟牛皮的话要推广，本来就是它有一个技术性层面的问题。比如说你真的要特别去学，而且我光用切这个纸做切割，我在教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学员就很容易受伤，何况是牛皮，它是更硬的状态。所以现在大部分人会用比较薄的透明片，然后上色去做比较简易的呈现，但是小朋友还是可以学会。因你给片面黑，我们是灯从后面这样打，对，然后有一个好像一张纸在前面。是。因你没黑按的哈。印尼的话就类似，但是它的状态就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刚刚说，这个在台湾的话，我们看到是光从这边打，布幕在这里，然后我们超偶师会在这边表演。可是今天的话，在印尼它也是一样，光从这边打，超偶师在这边超偶，然后但是有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因为有大概10几个乐手以及3、4位歌唱者都在这边，所以因为大家会觉得哇，这个戏偶太精彩了，因为戏偶会整个全部要演出的戏偶都会放在整个布幕的旁边，然后超偶师他也要去做配音。然后这样舞动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所有的戏友都是很多师傅就是慢慢去做的，所以金碧辉煌。有些戏友甚至是已经传了200-300年的那种。对，因为它本身是有一个神圣性在的。那还有看到一些乐手，他们有时候看到一些状态，或是听到鼓手，或是听到超偶师他的说话声音，他就会用一个很即兴的方式去配合超偶师。那观众就觉得，这些幕后东西这么有趣，那干脆我们来看幕后好了。所以现在的状态反而是大部分人在展现或是在看的时候，其实是以幕后的方式在看的。对，就喺头前冇嘅布幕对。如果赤脚本太敢看到，因为大家太想要看布幕后面是什么。对。安琪喵，刚刚有讲到头头其实某6个时间，你有说到，其实那些图案有跟我们台湾很共同的，对不对？是，像比如说像这个图案好了，这个神叫做 Semar， 对，是 SEMAR Semar， 然后在当地其实就是土地神，然后就是他也是管理整个地下所有，比如说金属啊，或是任何管理的神。那八公，对，八公，完全是一模一样。因为在尤其是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有一个叫山口洋 Singgawan， 它也是在印尼，在婆罗洲那个地方，它有这个城市虽然是位在印尼，可是它有80%的客家人。然后城市中间有一个庙，就叫做八公庙，就是伯公庙。在初一15的时候，他们就知道杂公妹就是15名，就是元宵节这一天，所有的包含当地的那种巫医。当地的华人的神教，各种不同种族的神仙，都要到那个地方去拜那个八公。所以土地神这个形象，其实在印尼它是一个多重的位置。所以你有看到很多金饰店，最有名的金饰店，它就叫 Semar。对，因为在这个神他是管理地下所有的东西的。就是贵金属也是八公在管的，是，包含门神，有时候他也是来看管这个家的土地神，对，也有。古总你就会挖出照他们的形象来挖出来，然后你会去推广。那这两位是另外一个，对，那他也是他们的神明吗？对，因为在他们的皮影戏里面，通常他们大部分在操作的时候会使用印度2大史诗，一个是罗摩衍那，对，罗摩衍那，然后还有一个摩诃巴拉塔，对，那这2个印度史诗里面，其中在罗摩衍那这个史诗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叫做哈努曼，中译的话会这样。那哈努曼这个角色很特别，是因为他也是猴神，他是像最右边那一幅，就是我已经完完整整的画好的状态，那中间那个就是要做成这样的话，它的所有的零件的状态，因为我希望做这个的话，尽量不要用塑胶的制品，尽量都是可以。如果真的坏掉的话，
至少它不会造成污染。哦，对对对，所以通常都还是用纸做关节。那这个角色，它很有趣，它在故事里面它也是一个多变形，可以万变的各种样貌的一个神明。那刚刚好，曾经在胡适这个人他就说不定《西游记》里面的孙悟空其实就来自这个神话里面的这个猴神哈努曼。可以72变呢，是对呀，可是哦，不是我们以前也个同咱们台湾很有连结的，对，啊，你还没做也个零件，就会去推广，大家可以去给丢去了，是，因为要从你这样从头画，真的是不可能办到不太可能，所以我都是已经先画好模板，然后教大家怎么去把这些零件有点像模型做模型那种感觉，然后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很爱做，就是一些钢弹啊什么那些机械的模型，然后我就运用这种概念，把它变成就是这种所谓指引系的这种状态，然后教大家怎么组合起来，然后上色这样。唐你给也可以经历我刚乖乖提拍，我觉得我更受到启发是，你的目标其实跟我们原本想象不一样。本来我觉得推广营我推广这样不过其实不是呢，你的推广其实是那个 Q 哈。是黑卡 Q 哈的这个概念，然后它可能是用音乐或者是用各种方式当介质，对，去做到这件事。哦，各位亲们，今天非常感谢彬君的分享，非常感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接下来请大家莫转台哦，谈论欣赏好好运通。各位福喜来的观众朋友，有请大家去到我们的面书粉丝专页面站，韩国听业 YouTube 频道，随时follow福喜来的消息。